来自中国福建宽军的副美强以祖庙的名义来台湾谒境，最近拢有去拜访各县市地方的宫庙，嘛拍算要参加白沙屯妈祖游庄的活动。外界质疑讲是宗教统战，刘议会嘛表示讲已经有接到检举。就我们的政府正式的记录啊，并没有你说的赴美宫来台申请宗教交流的申请案。那这个案子呢，我们也正在了解。他没有直接跟我联络，白沙屯委员公的委员给我转述了，那我当然说那 OK， 既然宗教之礼我们就不会去区分。白沙屯宫田宫表示讲，副美强即卖已经取消行程了。刘议会嘛强调讲，事前是无收到副美强的谒境交流的申请，后续查到讲有规避、心诈也是虚假的申请会严格来处罚。最近有真侪宗教统战的议论，刘议会嘛强调讲会来严格审查宗教交流的案件。